一唔大個月啊，咁係介紹環狀線 Circle Line。咁我哋今集唔可以開始，你算啦，呢度就喺度。咁順帶提，咁環狀線咧就啲車站都差唔多啦，但係所以咧，咁兩個新站，先介紹咗呢個翻新咗嘅聖荷三個站。冇錯，環狀線邊個先3啊？係呢一個應該係我哋咁之後會停嘅一段時間，暫定咧會停到去我哋嘅7月31，係咪8月31？咁嚟緊會有2個生日年，分別係街啡同天空工廠4頭馬，奶茶店模擬器重新之後雪冰城，咁嗰個會暫時接過一陣嘅，我睇下之後會唔會再翻嚟拍下啦。其實未起啊，死啦！更新咗呢度，更新咁目前嘅階段咧係由成個3個分到邊咧？慢慢講，當然唔係嘥到咁多話，應該有啲觀眾互動。好啊，咁呢個就係成個3個站嘅抽。咁更新咗嘅資料冇錯，有4個啦。咁位於城市城和區城市道7號線啦，同埋城河南路25號嘅。咁抽4個啦。咁落實期1號就係2月22，而環狀線係7月4啦，隔咗成年嘅啦。咁而1號線嘅通知日期2日啦，環狀線係7月11，呢條係10號8嘅。咁首先啦，大家都見到啦，啲指示好似黐咗成個角，就係咁嘅樣。咁先睇到1號線個大堂先 ，B 出城和中央廣場，環狀線都有一個大堂。呢啲咩就係講呢度都有，呢度個環狀嘅車站，陣間再講。咁入閘先。首先咧，呢度可以上1號線個月台，咁呢度係一個溫室嘅設計啦，環狀線係獨立開咗個大堂啊，一個拱頂咁樣。咁呢度咧1號月台新月啦，而2號月台翻龍落，仲有一個站道，應該冇乜人會上車入落。咁然之後呢度啦，就係落到環狀嘅大堂，係啦。出閘亦都有新式閘機，咁 D 出去城河南路，今日係 Circle Line 唯一一個起城河南站，咁翻閘呢度有一條人咧，1號線大堂，亦都有2樣嘢都有。咁我繼續，就上咗嚟啦，部啲波落去，但係環狀線嗰度就有一部好深，就係咁嘅樣咯。咁呢度咧就係1號大堂啦，咁樣仲有條樓梯。順帶提，呢個樓梯咧係可以呢度開咗，同埋個閘區都有啲變化。呢個就係啱啱個玻璃位。咁然之後嗱，終於要落環狀線嘅月台，咁就係咁嘅設計，有燈啦，係啦，但係冇乜燈嘅成個台，非常啱啊！有冇下個站啊？係咁環狀線呢3卡人咁就差唔多全部都有毛筆字，咁佢就成和3號嘅毛筆之一，係啦，因為我格仔啊嘛。係啦，係有呢個台門，係啦，未起啊，咁掉頭路位我就都講一講啦。咁掉頭呢度，咁我去下個站啦。順帶一提，環狀線嗰啲係石英做嘅啲隧道，哇！快到咗下個站，
咧係西月台內環方向，去呢個城門3號。而呢度咧就係去東郊北嘅，冇錯，就係去搭東郊北。咁上到嚟大堂啊，呢個大堂係城門3號西市都差唔多嘅，一日有呢個新市集呢單留意地下標示啊咁。出邊咧就有好多個出口啊，冇錯，新式設計嚟嘅呢個，係呢個站獨有嘅呢種設計。咁然之後呢度可以去約我 D 車同有線大堂，陣間講。呢個站咧就變好多，呢度有個波浪形嘅玻璃，咁咩嚟咧？點起嘅咧就係啲好難起嘅，要用啲玻璃一再加玻璃片。你咁樣睇落就有啦，但夜晚咧好睇唔出嚟嘅。咁2號台啦，2號線台呢度係啦。而家去新月，2號台新月，1號台華田花園啦。翻新咗之後就加咗玻璃。咁落去啦，部機杯上面都轉咗樣。咁啲車啦，同埋環狀線大堂。咁我冇記錯呢一度咧就係特步樓梯落去，特步啲執我係好似係得呢條樓梯，好似冇其他通道連接㗎嘛。冇啊，一定要入閘內先連接到。咁呢個 D 車環狀線大堂。就係咁啦。咁先介紹咗2號線嗰邊先。咁 A 車華田河呢條，呢一個都係環狀線設計，3個站有嘅啫，就係華田、東郊北同埋八號。B 車都係華田河，C 車去華田花園，唔係華田公園咁啊。B 車華田河呢度，咁就呢邊見到下個站有2號線嘅站。原本咧唔係有華田東嘅嗰邊，我覺得離華田花園太近就唔會喺度，取消咗。睇之後加唔加站？咁然之後就係 D 出口去，冇錯，環保嘅，去華田小學係咁啊。咁睇下車站啲人，城市華田區深華路2746至51號。出口6個，落車係5月11，通車係5月18。呢個2號線，而環狀線係7月6號落成，7月11號通車。咁呢度環狀線大堂落去啦。咁然之後最後最尾2個出口嘅。依家去華田社區中心，F 出口去華田河，咁啊，啱啱見到就係咁啦，就係呢度。係啊，講埋就可以行過去華田花園，都唔好遠啊。呢兩個站，好，下個站。順帶提，啱啱個華田站咧，我原本咧係諗住起高架啦，到華田城門3號先改落地底，但係呢一度咧就唔知點起好啦，就要撞隧道，咁就不如咁樣起法。出邊有個掉頭位啦，呢個玻璃，呢個波浪形嘅玻璃啦，類似。咁呢度咧2號台內環，下個站係華田。然之後1號台，下個站係八號。因為因為環狀線死咗啲比較特別啦，呢個站就比較窄，所以就冇嗰個特別嘅閘機。咁兩個出口啦 ，B 出合文道，有 A 出東郊廣場，就咁樣落。啱啱嗰個話係華田站嘅 A 出口合明路，就係咁啦。咁係位於西明市東郊區合明路幾多號？7號，出口2個，好啊，我哋呢邊應該好啲。係，咁落成期5月7，通車期5月11號，下個站都唔好遠。
白熊，到咗喺我搭白熊，咁北坑啊，好似英文度。咁呢度就係依家白熊站，佢城市東郊區白熊路12號、東郊大道17號加9號。咁我就係7月4日，今日係7月11日。入站啊！呢個站呢個結構比較特別啲，佢咧係一個碟式質式月台嚟嘅，上層就咁嘅樣。咁呢個下面咧係唔有排版，主要原因係因為如果呢度咁樣用法就會穿崩嘅啦。係啦，就好出站。今日我都有新設計嘅，仲有3個鋪位。因為其實原本係冇嘅。我之後加上，因為我覺得咧真係咁樣有啲奇怪，咁嘅樣啦，好似就好奇怪，加啲鋪位落去啦。咁然之後咧就出去道路維修部邊有石熊白熊路分局，係咁。B 出去白熊村，呢度。唔知啱啱都睇咗，係仲有個排版設計。咁 C1 白熊灣就有啦 ，C 隔離啫 ，C 去白熊谷。咁個站嘅外觀咁樣，呢度一樣有玻璃嘛。好，咁下個站有唔遠。我都係飛過去。咁我上次都介紹過嘅吊喎，咁冇乜好睇啦。月台咁有呢個落地窗啦，咁唔想睇嘅可以較快個速度啊，叫佢去睇。咁呢度再落啊，咁呢度新搭嘅，咁 A 出口係呢個東郊中央公園。冇咩改變嘅，幾繁雜星期啊 ！B 出去耀和，最尾試咗耀和站總站，咁啊當然未起啦。咁佢上市東郊區耀和路119同93路，咁落成日期係6月28，推出日期7月4，呢個3號線咁還有就係7月11。下個站都唔係好遠，東郊。呢度有嘢要講嘅，咁呢一個咧係改過嚟嘅，因應翻耀和站。咁呢度首先咧環狀線咧係呢一個不變咧，同埋呢兩個咧係唔同高度嚟嘅。下層咧呢個下層等於嗰度上層嘅高度，因為上面係不可加蓋嘅。再起嘅我都唔知點起好啊。呢個設計，咁然之後呢度啊，一個咁樣嘅樓梯啊落去，呢邊落2層，下面嗰度咧全部落1層3號線，係啦，就係咁啦。咁到咗下個站，咁你有冇發現啊？冇咗月台門，其實呢兩個站咁因為比較舊氣啊，咁都唔知點加好啦。一嚟係啦，都加唔到啊，直頭。咁環狀線咧，呢個4號台去耀和係啦，啱啱都唔記得講。因為我啱啱介紹咗比較急，因為3號線講錯，呢一個站都係3號線講錯。我主要係想講呢個加蓋月台啫。呢個3號月台去北圍，呢度咧2號台西岸中藝門，1號台蘑菇島，4號台耀和係啦。A 出去柴禾村啦 ，A 岩湖 ，A 2長途高速巴士總站 ，A3 柴禾村。咁咧柴禾村啦，呢係柴禾路高速巴士總站，即係跨境巴士站。呢個岩湖。咁 B 出去柴禾村，我記咗好似寫到柴禾村。係啦，
行村，央站路茶和行路行路上。咁喺西門市中郊區赤和路3734自殺7號啱，最後4個。咁落成期咧係6月23，通常7月4，因為我係3號線，晏咗先落成期7月2，通常期7月11。可以發現隔咗好耐。咁我哋下集見啦。咁下集就應該係9月翻嚟就見㗎啦。好，拜拜，記得訂閱，我係一樣。咁我哋而家會做街 battle 天空工廠4係啦嘅集數。好，下集見，拜拜。